咱做人安怎都爱知影历史，研究历史。历史是对现在出发，为着要知影咱的将来，所以咱较爱回顾过去。历史是经验哲学，研究过去，咱就会知影将来。就是对现之时，咱爱向的往的方向，应该安怎努力？这历史会教咱，就是温故而知新。所以历史毋是讲去一粒杂碎碎的这个知识就有够，爱有一个贯穿，对顶面贯落来，对下骹贯顶去的这个历史观才会用。而这个历史观啊，你若愈捌济历史的事实，就愈好，你就会当通来修正伊这个历史观。你的历史观就愈有科学性，就愈适当。历史的册总是对这个权力主义者偏好。你若袂当对这个对这个权力主义者暗藏又都抹消的这个历史册的内面，听出受苦的民众的这个心声，袂当看出受苦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当时的安怎来艰苦的这个状况，你这个人就是无看历史的资格。咱台湾人过去有啥物种台湾人做立场的历史啊？无半本，无半本。所以我在1964年的时阵出版本台湾课文的历史。要写这本册，用4-5天的功夫写出来的时阵，日本的所有的新闻都批评真好，批评真好。